随着农历4月的声声鼓响，藏于苏阳角河冲中的神秘木头被赤壁男子们逐条挖出。在岭南水乡，比过年还热闹的节日——端午龙舟祭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二中兄。我最早拍龙舟是在2017年的端午节。那天我把刚买不久的无人机升上天空，俯瞰猎德冲的时候，狭窄的河中密密麻麻的挤满了龙船。这样的一张图让我拿走了当年的龙舟摄影大赛1等奖，但也让我感到困惑。这群40米长的龙船竟然不是来比赛的，而是来聚会的。后面每年有时间，我也会去拍一些广佛龙舟的相关活动，逐渐对该习俗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。本期视频我将一次性跟大家讲清楚我理解的岭南龙舟，内容分为2大板块，一是关于探亲巡游的传统龙舟景，二是独具岭南特色的龙舟赛。我会在视频的结尾和评论区更新最新的活动时间表，欢迎点赞收藏。古语有云，越人上舟，且远在端午诞生之前，百越地区的先民就将独木舟刻成龙形，并在每年的5月竞渡鱼绳，一起风调雨顺。时至今日，岭南地区通达珠江水系的大小村落依旧完整保留着这套古老传统。我拍过最老的龙舟在佛山的南海沿部，那天数十位村民探进藏满水浮莲的河冲，徒手清理，合力将诞生于明宣统7年的老龙船从淤泥中缓缓托起。那一刻真的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600年前，沿部先民就乘着这艘船穿冲渡江，600年后，后人依旧守护着它，传承着它。这样的一条木船，代表的是一个宗族数十代的文明与记忆。这些老龙船为什么能历经数百年不朽？在于它造船的材质用的是坤甸木。坤甸是印尼西亚的一个港口城市，历史上东南亚的优质木材都从这里运往广东，广东工匠就将这些木头称为坤甸木。这种木材天生吸水，越泡越坚韧，完美适配闽南的潮湿环境。我曾在番禺的上旧村外见过堆在珠江水中数十条未经处理的坤甸木。上旧村坐拥10几家百年龙船厂，珠三角绝大多数传统龙船都诞生于这里，是名副其实的闽南龙舟流廊。每年都有老龙在这里保养，新龙在这里诞生。坤甸木造的龙船有个极具特色的存放方式，叫长龙鱼冲。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这些长40米、重数吨重的龙船曾在河冲淤泥中进行保湿养护。每到农历4月初，各村各祠值良辰吉日，开启龙舟祭的第一件大事——起龙。锣鼓声响，江河翻腾，上千条沉睡近1年的老龙船从淤泥之中重见天日。龙船经过清洗修缮之后，就迎来了唤醒神龙的关键仪式——采青。清洗干净的龙船装上了龙头龙尾，配上锣鼓、神龛、旗帜、锣伞，村中老少整装出发，划船前往田间，采取剩下的青苗，安放于龙头和龙尾。由于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化，大部分村落早已无稻苗可采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被红色塑料袋细心包裹的一抹青苗，早已不只是醒龙的禾苗，更是农耕文明留在岭南水乡的长留记忆。珠江水系纵横交错，串联起上百个水乡村落，各村依托宗族血缘，患难互助，缔结出一张庞大的水乡宗族网络。根据关系的亲远，分为老表村和兄弟村。龙船探亲就是对这一关系网年复一年的维护。农历5月来了，各村的龙船在约定俗成的日子里，浩浩汤汤地穿冲越河，前往兄弟老表村探访。一时之间，秋锣打鼓，鞭炮连天，数百条龙船大闹江河，又称为龙船景。
做东的村子大摆龙船饭，招呼前来探访的兄弟村上岸吃饭。就这样，各村之间你来我往，这一传统在端午期间持续几天，不是新年更胜新年。这片原先寂静的水域，如快闪般的变得热闹。原来珠江是可以划船的，江面也可以有众多的船只来往。原来广州也是一个具有江河传统的城市。龙船鼓咚咚咚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仿佛在宣扬这是他们千百年来游走的河涌和土地。然而农田上早已种起了高楼， CBD 也包围了河涌。作为一项古老的民俗，它当然也存留着一些禁忌，例如女性不能上传统龙船。一些村落为此专门打造了奋艇，供女性划船巡游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来看龙舟景，还有一个必须知道的禁忌，就是请了神龛的龙船，在当地人看来是具备神性的。当龙船穿冲过桥时，请不要站在桥上，不然迎接你的可能是数枚飞掷而来的鞭炮。在佛山顺德荣桂，龙船景演化成了极致的水上狂欢派对。当地的龙船融入了龙母信仰，装饰得十分华丽。夜幕降临，船员们伴着古典与现代灯光，左右转动龙头，上下摁动船身。窄窄的河涌内，船浪层层翻涌，可谓是龙舟景狂欢的天花板，又被称为龙舟蹦迪。龙舟景虽然重要，但龙舟赛也必不可少。龙舟赛用的船和传统的坤甸老龙不同，多采用轻便的杉木打造。比赛按照长度主要分为两类：40米长的传统大龙和18.4米长的国际标准龙。我真心推荐大家优先看河涌里的传统大龙对决，这是最原汁原味、氛围感拉满的顶级体验。原生态的河涌、狭窄紧凑的赛道、零距离的观赛视角，是大江大河永远替代不了的沉浸感。热情的观众挤满了河岸，近距离的守候着每一条令人血脉奋张的龙船。比赛哨声一响，各村房东、大叔、小伙子们全员发力，怒目凝神，挥桨破浪。龙船如离弦之箭，宛若水上高铁，呼啸而过，船浪翻涌，直接拍湿前排观众的脚踝拖鞋。而火遍全网的龙舟赛名场面，莫过于佛山叠嶂的龙舟漂移。叠嶂村9曲18弯的狭窄河道，练就了村民的弯道竞速绝技。25米长的龙船，数十人的船员，在狭窄弯处高速切弯，甩尾漂移，水花炸裂。每一次过弯都是惊险与实力的极致碰撞。为了端午自己日的巅峰对决，各队伍提前1个月开启深夜集训，反复打磨，只为了传承村落荣光，捍卫宗族体面。不想端午当天人挤人抢前排的朋友，可以提前前往叠嶂看夜训，同样精彩拉满。以上是我个人对岭南水上龙舟的一些见解，如有纰漏欢迎指正。以下是一些已知今年广佛龙船的活动时间表，我也将在评论区持续更新最新的活动时间信息，欢迎点赞收藏，持续蹲更。